讲到死甲受天堂奥妙的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有几位新来的人客朋友伫咱的中间，有东南扶轮社的未来社长夫妇，甲咱做伙这礼拜欢迎恁。阁有佑轩伫今仔日嘛有来甲咱做伙这礼拜，愿天父上帝，接纳咱伫主的厅内底，咱做伙来领受祝福。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一句真重要的话：施比受有福。这是耶稣所讲的话。咱想，我若摕互人，我就减，这是人的算术。咱人的算术就是讲，我的银行若领出来互人，我的银行就减一条钱。圣经讲的多伫倒边恶标，这个人一般的价值观念甲算术无共款。圣经所讲的，你愈互人，你就愈丰富。就亲像拍开任督二脉，就拍开迄个自私的门，这是天国奥妙的听。愿上帝帮助牧师，也帮助恁，互咱伫今仔日领受圣经的话，咱来当明白给予的奥秘。有一个真古早的一个心灵导师，伊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当我互人的时阵，阮反对来得到。这是800年前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心灵导师所讲的。咱当心来领受圣经的话进前，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礼拜堂，阮为着阮夭饿的灵魂，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领受上帝你的话，毋是干那一个道理白纸写乌字。是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奥妙的智慧，互阮通过这个奥妙的智慧，才知影当阮互人的时，阮就得到祝福。主愿你带阮读圣经，因为圣经明明记载伫逐所在，但是一句一句，阮真困难将伊放做伙。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时，将这的分线伫逐所在，一句一句宝贝的话，甲阮放做伙。写伫阮的心头，互阮明白，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互人是因为咱欢喜，互人是因为咱感觉这是一个甲人分享，就亲像咱伫快乐的时刻，咱会邀请咱的朋友做伙食饭。恁敢捌邀请恁好朋友做伙食饭？我足欢喜的，今仔咱做伙来食一个饭。其实食饭是小事，交陪甲欢喜是大事。这是天堂的奥妙。有听的所在就是天堂，有听的所在，人的生命要充满真侪奇妙的新的态度、新的观念甲奥秘。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有2段话，一段话讲：你若将你的财情、将你的财宝、将你的文书、将你的产业，你分享互送养人。古早的圣经，古早的前辈安尼甲咱讲：当你互一个无熟悉的送养人，其实你是祝福上帝。伊用这个“祝”这个字来表明，这用人甲人的拟人化、人甲人的关系来表明，人通过这个奉献来听受上帝其他的囝儿甲查某囝，互通有无，互相照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日圣经的话，所以今仔日这段圣经是保罗的祝福。保罗讲：我要将上帝甲伊恩惠的道，我要将上帝甲伊充满智慧奥妙的话，甲恁讲。这话，这智慧会当起作，互恁的生命的品格，互恁生命的灵魂，互恁的生命的所有活命，伊用。受起作，受建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父母若是一个真有怜悯心的人，咱自然而然就真够真做有怜悯的人。我举一个例，有时咱去出佗去佚佗，
古早较会看到乞食，即摆较少看到乞食，但即摆会看到街头游民。有的父母会感觉讲，哎哟，足可怜，遮尔冷的天气。伊就会甲伊囡仔讲：你摕即个钱去互迄个叔叔，你摕即个钱去互迄个阿姨。父母若用安尼来甲伊的囡仔，甲伊祝福。即个囡仔有量有福，伊将来伊的生命是一个愿意甲人分享的生命。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伊讲：上帝话要建立恁什么？互恁甲历代的圣人、甲历代的圣徒做伙得到产业。伊讲得到基业。这个基业的意思就是得到对天顶上帝伫创造天地以来为着人类所有备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会当明白，什么是保罗这个咧讲的生命的智慧。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一种的恩宠，想通过一个真奥妙、人学得了解的人生观，这个奥妙就成做我生命的祝福，开我的眼界，开我的心胸。所以咱常常咧读历代圣人的话，咱嘛咧读真侪，咱咧讲历史的座右铭，目的是，互咱伫平凡粗浅的人生中间，咱的智慧得到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上要紧的金句，甲背起来。施比受有福。有的人明明知影即句话真水嘛好，但是拢无关系。有一种人的个性是真小气，有入无出，因为伊感觉伊若得到，迄是伊的。这是一种用家己做中心的人生观，也是一种自私的人生观。但是足奇妙，自私的人通常无快乐，我毋知恁有同意无？自私的人无容易满足，自私的人无容易享受一种，就是当我互人的时阵，我感觉我有存在，我有价值，我感觉我有教育，迄一种疼的流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开始去思考这个话，毋是出于勉强，是出于有一日真自然而然，你才发现讲，原来圣法兰西斯甲我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原来是咧讲这个话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施比受有福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品格的记号，那这个记起来。互人会比甲人摕更较有福气。那安尼，耶稣伫这个所在，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保罗甲伊记起来。所以今日这段圣经是讲，保罗讲，恁都爱记得，主耶稣有讲，施比受有福。愿咱伫今日这个礼拜中间，咱斟酌来想，耶稣讲的这个祝福是什么？这个字牧师要甲恁分享，读过其他的圣经，另外一段叫做八福。圣经中间呢，毋是咧讲五福临门。圣经耶稣所讲的故事，讲到8种的对天人来祝福，迄个福，伊的字叫做 Macarius。恁应该记得牧师常常甲恁讲一个，这种的福气是伫神的世界，伫希腊的世界中间，是一个只有形容在神配得拥有的祝福。所以这个字咧讲是一个极致的幸福，是对天人来会享受的祝福。等一下咱才来想这个话。所以今仔日咧讲施比受有福，这个福气应该爱得去伫咱咧查考圣经中间所讲的，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未得到怜悯，会记得吗？我相信咱拢会晓背。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一个只有自私，安尼表示咱也还没有入门，表示咱也未去互耶稣的甜满足。表示咱爱去努力，表示咱要有这种实在的功课伫生活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先将这种的满足幸福互咱，直到咱要疼别人的时阵，无出于勉强，也这好唔好？愿咱伫你的人生中间，你甲上帝祷告，互我的心大大满足，
真正幸福的人不是拥有多少，真正幸福的人是伊没有缺少，伊感觉足够满足。主帮助咱，从今仔日这个讲福气，伊讲咱倒头来读，施比受有福。咱慢只讲这个因果关系，咱先来讲起咱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我若是一个对细汉就是天公仔囝，父母的疼惜，我的生命中间是拥有一种满足、平安、无欠缺。我相信你自然而然可能一个真容易成做一个慷慨的人，你同意吗？一个常常互人疼，伊的家境会赛节，有满足，这种的人通常拢容易甲人分享。牧师要甲恁祝福，恁的家庭有教育，互恁的囡仔有开阔的心，毋是打肿脸充胖子，毋是，是出自心来真正欢喜讲，阮兜上好的，我要甲我的好同学来分享。不是炫耀，而是分享。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这段福气的话，应该都爱到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这段话来读，咱才会了解。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所以，当你听迄个乞食，当你听迄个弱势的人，其实你就是代替上帝。照顾伊所创造的这个地上顶悬无人疼惜欠过的人，上帝欢喜这种的行为，因为上帝看咱的信仰毋是做礼拜，上帝看咱的信仰重要，是因为咱听了圣经的话了后，咱欢喜将这个祝福甲人分享。求天父上帝鼓励的圣神鼓励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一种爱的慷慨，不是物质上的慷慨尔，就是怜悯人的心。咱对任何弱势者尊重、接纳、陪伴，愿主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有能力去听人的人。20世纪末的神欧美有一个特别的哲学家特别是伫基督教的教会，伊是天主教的神父，伊真受人的尊重，伊叫做卢云。伊通常拢写迄个足细本的册，那亲像一个灵修小品，还是讲心灵鸡汤。伊写的册其实拢无真大本，但是伊写的册内面文字充满情感。这个人伫哈佛、伫耶鲁受邀请成做客座教授。真受西方的少年人、青年人的欢迎，但是这个人竟然伫伊的晚年拄到忧郁症。你可能甲牧师同款会去问一个问题，讲这样伟大的神父，这样有爱心的神父，伊会忧郁症呢？不可思议。但你想讲一个遐尼有智慧、甲遐尼有贴心的人，伊应该拢是咧互人来做健康的，很奇妙。伊的忧郁症的亲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同款，遐尼神圣跟重要。这个人才活60几岁，算起来跟近代的人来讲，算得岁数真短。伊伫最后的晚年10年，因为忧郁症，所以后来伊离开哈佛耶鲁，伊去一个法国的修道院。伫一个所在安静，让他的自己的心灵沉淀。后来，这个法国的修道院伫全世界已经有100几个国家有伊的这个国际的机构。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咧照顾智能不足、智障的人。伊叫做方舟，因的名叫做方舟团体。这个神父伫法国的是安静，后来受到邀请，伊对法国的方舟，伊就去加拿大多伦多，伫迄个方舟机构叫做黎明之家。真奇妙的故事就发生伫伊的最后年老的时间，
因为伊原本伫伊生命的最精华，就是讲，伊伫哈佛耶鲁教册了后，伊所有的生命心理学也好，灵修神学也好，伊上精华，伊想讲，伊最后这个阶段，应该爱为人类写一本足有意思的一本生命哲学。但是无拍算，上帝互一个细汉囡仔改变伊的生命。一个囡仔13岁就互人送到这个黎明之家，是智能不足、臭耳人，无啥会晓讲话，是一个智能足低的一个人。这个囡仔的名叫做亚当，但是亚当的生命就融化了如云，伊的孤独，伊心内真侪生命的问题。当伊去照顾这个亚当的时，最后伊感觉。亚当亲像天使，伊原本想讲伊是咧照顾这个亚当，但是无拍算，反而亚当的微笑、亚当的回应，当伊拥抱这个亚当的时，伊感觉那个爱医治了他的忧郁症。后来，伊放弃写真伟大、真抽象、真深的思想性的册。伊最后所写一本册叫做《亚当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伊通过这本册开始来讲起心灵陪伴的工作。兄弟姊妹，当你付出的时候，便有所得。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深的奥秘。通常世间人拢是食落饱、稳当当，你爱条才是你的。但是耶稣所咧讲的不是，当你互人的时阵，反倒当你就得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若有这种的感动的人，如因有足侪小册子已经翻做中文恁会当读这是我跟恁分享。伊伫这个忧郁症的过程最后，伊除了写亚当的故事以外，伊阁写一本册叫做《心灵爱语》（The Inner Voice of Love）。意思就是伫伊孤独、伫伊忧郁、伫伊真思绪、心内真乱的时阵，忽然伊的意念，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声音进到他的里面，他的爱就医治了伊的心灵的疾病。兄弟姊妹，如云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如云的祝福嘛是咱的祝福，所以牧师会通过一个心灵的长辈，伊所追求、所行过，得医治、得到医治，伊的生命得到满足，这个故事来甲兄弟姊妹咱做伙互相祝福。上帝祝福咱的人生，互咱无孤单。上帝帮助咱，咱头下会准讲是我咧互人，但是。反倒当是咱得到。恁敢会记得牧师要甲恁讲一个故事，就是德蕾莎修女伊的修道院来一个记者，还是一个英国的记者，为着要帮助伫印度的修女这个照顾这个临终的老人甲街头的这个囡仔，所以伊为着要募款，所以伊来帮德蕾莎修女写这个文章的报道。伫伊个中间，伊看到足侪真可怜的这个人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甲这种的真侪的悲伤的故事了，反倒当承担不了，所以动不了，伊就甲德蕾莎修女讲：“我没有办法再采访下去，我要走了。”所以伫最后的时阵，修女来讲：“你敢会当阁帮我做一项代志？”因为大家拢无用，才倒一个老人。你若要走不要紧，你拜托你先甲伊饲饭饲了，你才走。所以一个修女就将这碗饭放互迄个这个记者，这个记者嘛无法度拒绝嘛吼，所以就伫个中间，伊就慢慢一喙一喙，甲这个老人甲饲饭。这个老人原来咧食饭的时阵，原来就安尼对伊讲话，但是伊听无印度话。所以，这个记者就把修女叫过来讲：“修女，伊咧甲我讲什么话？”修女最甲听甲伊讲：“
这个阿公吼，伊咧讲谢谢你啊，上帝祝福你。这个阿公咧甲伊祝福，这个记者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伊就对心内安尼喃喃自语，就安尼讲：伊凭什么甲我祝福的？伊是一个无能为力、遐尼善的老人，瘫痪伫眠床顶悬。我落地下内底人格啊，摕出来都会当互伊食几礼拜啊！是我咧祝福伊，凭什么伊甲我祝福？啊，伊是无恶意，伊伫咧中间对心中的疑问就安尼真自然喃喃自语。后来，这个修女甲伊讲：是，你真有钱，但是你的钱买不到他的祝福。他的祝福是无价的。迄个记者突然开启伊的生命，伊的人生观，有一个新的动机、新的勇气。后来，一世人甲德蕾莎修女真做足好的跟随者甲朋友。所以你知嘛？这就是这个故事拢咧讲起施比受有福，伊真正祝福是什么？我咱伫今仔日，咱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大大祝福我，使我拥有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能够去祝福别人，好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互咱的生命是一个有内容、有丰盛、有稳定，咱会当真做上帝祝福人的人，毋是迄个自私，拥有一切。确实为着家己来活，主多多祝福咱，互咱有充足的智慧，互咱有充足的听，互咱的手中有充足的物质、产业，甚至互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多多祝福咱，互迄个听从我们的生命会当流出去。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我要用卢云伊写一本册，讲蒙爱的生命中间伊。用修圣餐的4个动作来帮助伊的弟兄姐妹，真做一个能够享受生命的基督徒。恁若伫教会出席，恁应该足熟悉圣餐的时阵有一个动作，就是牧师会亲像耶稣，将摆在桌上迄个饼高高的举起，然后就念耶稣基督的话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然后牧师就甲伊掰开，就请长老将这饼放互咱每一个人，咱就食一块。咱大家就纪念这个故事。伫这个小小的动作，充满了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美丽又神圣的动作。牧师甲咱解释，当咱将咱的生命往天顶的上帝，咱甲伊提到上帝面前，咱用咱的目睭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这做基督徒是安尼开始的，将咱的想法、将咱的情绪、将咱的感情。咱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Ego emit autos， 这句话伫咱教会是念搁再念。Ego 就是自我。主啊，我将我的自我交在你的圣灵。主啊，我将我的自我交在你的圣灵。那用中文叫做天人合一。主帮助咱伫信仰的顶端有成长。4个动作，将你自己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叫做拿起。第2，用祈祷甲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放伫你的面前，你填满我生命的杯，你祝福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改变。无论是我的欲望，无论我的情绪，无论是我的思想，主，我将我生命用你来祈祷。第3，求上帝甲咱掰开，
咱的生命若无拨开，咱的生命若无改变，咱永远是旧的人。所以，咱咧掰开迄个圣餐的饼的时，耶稣讲：恁爱安尼纪念我的意思就是，你将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将用家己自私的想法给拍开，你的生命要改变，这叫做加倍啦。原本是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四个人，四个人变八个人，八个人变32个人，36个人，32。主帮助咱，求天父上帝将我们的生命转化。最后就是今仔日的圣经讲，好人的比钢铁较福气。主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咱用今仔日的圣经做祈祷。你会当尝试将你的生命，你甲上帝讲：主，我来到这个世间，我有满足。但是我嘛有感觉无满足，伫满足甲无满足的中间，我咧追求一项就是，我爱将来的生命会通安怎？兄弟姊妹，亲像如云，伫咱的生命拄到瓶颈，伫咱的生命拄到阻碍，伫咱的生命拄到忧郁，伫咱的生命十字路口，咱咧找方向，咱拢会通甲上帝问讲：主啊，我要何去何从？主帮助咱，第一，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将咱的生命的杯捧起来。今仔日的圣经讲：愿你们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愿你甲历代的圣徒做伙领受天堂的产业。遐这你有需要吗？今仔日圣经明明是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祈祷讲：我为恁祈祷，求天父上帝。互恁甲历代上帝的百姓做伙领受天灵来产业基业，就是时代人放落来遐个产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上帝祷讲：主啊，填满我生命的杯，主填满我生命的杯。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第二个祈祷，为你的人生祈祷。祝福，主，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是庄稼人，我的父母嘛是庄稼人，我代代拢生活在一个真平凡的中间。我无贪图荣华富贵，但是求上帝你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生命。当你将你的生命，亲像牧师咧主持圣餐，你的饼摕起来时，你向耶稣祷告，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也这第二个祈祷，求上帝，互你的生命将做有价值的生命。牧师嘛为恁祈祷，恁是拄人生拄开始呢。做学生追求智慧、学习能力，将来出头天。上帝帮助咱的囡仔，上帝祝福咱的囡仔。搁落去，这个祝福是什么？今仔圣经搁会头一句，头拄是后壁句。拄则迄个《使徒行传》第20章的37个第一句，伊讲：我将恁交伫上帝的手中。一个长辈为着伊的兄弟姊妹，伊讲交托的意思就是讲，我为恁代祷，为恁祈祷。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宠的奥秘。伊讲稳定的话，稳定的道，伊实在原本的意思就是一种真奇妙的 amazing。连想都想袂到，迄个充满赞叹，迄个稳定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讲我生命中间要充满一种的赞叹，是我连想都想袂到的什么？话，迄个话就是 logos。咱常常伫咱的教会中间咧讲，上帝讲话，上帝话就是 logos。亲爱的姊妹 ，logos 是希伯来语。但是呢，用咱较通俗的言语来讲，伊叫做 logic， 逻辑啦。逻辑是什么意思？逻辑基本上就是智慧啦，思考性、系统性、深思熟虑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的话讲互咱听，上帝的神嘛帮助咱，
戆人得到通达，咱就了解圣经的话，原来是要造就咱。伊讲，这个道就要造就恁，就要建立恁，互恁有新的想法，互恁有新的意念，互咱有新的热情，互咱有一条新的道路。咱选择讲，我要行这条足特别的路。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三个祈祷就是主啊改变我。除非有一日恁去做牧师，恁才有机会主持圣餐八饼。但是遐个姊妹，恁嘛会当八饼为家己。伫恁兜恁毋免做牧师，伫你个人的安静时刻恁毋免做牧师。但是你会当摕一个吐司、一个法国面包，甚至一块小小的饼干，你买当甲耶稣讲：耶稣，这块饼代表我的生命。主，我愿意为你而活。现在你有清楚吗？你若甲耶稣讲：主，我要为你来活。你当将你的生命就安尼奉主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性命给表开。你若愿意过耶稣所予你的生活。你会当用这个动作，虽然咱拢毋是，咱有的人毋是牧师，但是咱有资格安尼祈祷。主耶稣，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做你改变我。上帝圣神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大的祷告，毋免惊，为着咱的人生伫主的面前真勇敢。你甲主祷告，主啊改变我，用你的听。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我，所以拄则牧师一开始的时阵所讲，伫我服人的事，我就有得到。这句话就是800年前圣法兰西斯足出名的一个属灵导师，伊所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上帝听咱的祈祷，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对上帝来得到。那安尼，牧师替恁问一个问题：伊得到啥？咱伫这个世间，咱想要得到啥？圣法兰西斯伊足奇妙的，就是伊得到上帝的听，对天而来神圣的爱，这种的爱满足甲这个圣法兰西斯亲像七孝同款。有一日。伫伊真恍然恍惚的精神疾病的中间，忽然好起来了后，伊做一个真夸张的动作，因为伊的爸爸是一个足好雅的人，伊的妈妈是法国的贵族，伊住伫一个碉堡的内底，因爸爸咧做生意，所以这个圣法兰西斯忽然伫圣灵的感动了，伊足大的改变，迄个一刹那，就是伊醒起来了后，一种讲不出来的欢喜。跟爱，伊生命的迄种忧郁完全得到医治。伊曾走去因爸爸的库房，就是藏伫迄个碉堡、迄个城堡的上顶悬楼啊。伊对迄顶悬楼，将因爸爸的手指、将因爸爸的金啊、将因爸爸的遐布，拢对顶悬单位迄个广场。所有的乞家、送洋人厝边，大家来，哦，直直扣，直直扣，直直唱。啊，因爸爸对楼骹看着了，讲阮囝咧笑啊。紧装去甲蒸啊，甲伊扇脆皮啊！我你是咧创啥？用爸爸啦，紧来斗蛋！哦，爸爸你紧来，有够好啊，有够快乐，有够好耍，叫因爸爸甲伊做伙起笑。世间人袂通明白。后来圣华兰西斯爸爸挡袂牢，甲伊拖咧，安尼甲伊拖去教会内底去找神父，用神父哩。讲道理，评道理。阮囝咧起笑，你帮我教导他。俺爸就讲一堆。因落尾圣华兰西斯很难过，因为知影因爸爸无法度了解。伊真徛伫众人的面前，伊将伊所有的衫拢脱掉，因为因爸爸甲伊讲，所有你有的一切拢是我予你的，包括你的名、你的姓。嘛是我予你的。圣华兰西斯讲：“爸爸，我今仔将你所有拢献你，包括你的姓，包括我的名，包括你所有一切，我拢献你。”伊毋是起笑，
伊讲对今仔日开始，我有另外一个新的爸爸，就是上帝。像这部书用这个故事，望恁会通真侪故事的主角。咱的人生要得到什么？圣华兰西斯得到一个拍开的门，后来以前就去接，伊影响中古世纪欧洲足大。伊将做一个安慰送向人、陪伴麻风病人，伊的爱情生活将做一个甲人做伙共同生活的爱情。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无遮尔伟大，但是咱会当享受一种伟大的疼，因为上帝予圣华兰西斯，上帝嘛要予咱。原来今仔日的礼拜，圣经讲，上帝的爱就使你们得完全。上帝要用伊的疼充满在咱的人生中间。今仔这个时代，多数的人敢是咧追求爱吗？咱对爱的主张，咱对家庭的主张，有无同款的方式？咱拢感觉讲安尼才会幸福，真的吗？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你的生命满足的爱？原来你今仔日的礼拜，主上帝伊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底。今仔日咱的金句有一段圣经讲，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伊讲：你的心若往送向人发出怜悯，互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内面的生命，你内面的良心的光，你的光就要伫黑暗中发出来。现在这句话遮尔水。咱的生命若无光点，若无人甲咱点，咱就袂发光。这个圣经讲，当你的心内若有疼，疼就拍开一个门，原来这个疼就拍开一个门，互光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原来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讲阿们的事，咱无一个人失去这个机会。主帮助咱，因为耶稣伫这个所在甲咱讲。活出爱。当你互人的，上帝予你的稳定是互人袂了，你相信吗？用后影无可能。你愿意有迄种活水泉是永远袂停止的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保罗伫今仔日伊甲咱讲，恁着纪念主耶稣所讲的话，因为耶稣讲施比受有福。现在我要甲恁讲，规本圣经敢若只写着这句话，马太无听到，马可无听到，约翰无听到，独只有记载伫保罗。凭什么伊讲恁着纪念耶稣基督的话？虽然只有一摆。但是伊非常重要。主帮助咱，因为圣经有5句话会当帮助咱了解这句话重要。耶稣讲：恁安怎对待别人，上帝就安怎对待你。耶稣用这句话讲：恁用什么种杯啊倒互别人，我就用什么种的量器。1公升、2公升、50ml、30ml、30 cc、300 cc。耶稣讲：恁安怎对待别人，我就安怎对待你。这是第一个。所以讲，互人的人有福气，就是当你互人的时阵，上帝要互你，因为你若疼上帝的囝，上帝就疼你的囝，听有这个意思无？你若疼送养人的囝，上帝就要代替你疼你的囝。这就是这种的圣经内底咧讲的，当咱为着疼，来为着上帝疼别人的时阵，上帝要将更较济幸福放在咱的内底。所以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句安慰的话，轻轻的拍拍肩膀，这拢足重要。真诚、接纳跟爱。第二，圣经中间讲，上帝的圣神要将伊的疼填满在咱的心内。
若无上帝会听充满的人，真困难，真做一个自然而然，不做作，不虚伪，不虚假，是一个无勉强、无保留。上帝听那大大充满咱无法度了解生活咱事实，亲像起笑将因爸爸的遐的金银财宝拢变互别人。主帮助咱，互咱享受伊的听。第三件呢，你的金句讲，你那人民颂扬的人是照耶和华咱的上帝。上帝讲，你暂时互我通过这个使用来行奇妙的事。这就亲如耶稣讲，当咱照互上帝，上帝要用这个杯、这个量器，量互咱的子儿孙到代代。主帮助咱。第四圣经的中间，耶稣有明明讲，今仔日咱所有的一切，无得夸口，因为你所有的一切的财政运输，拢是上帝备办的。耶和华有备，耶和华摕得去。上帝赏赐咱，上帝摕得去，上帝阁赏赐咱，上帝阁摕得去，上帝赏赐咱。咱分享给别人，就是上帝接纳咱的奉献，上帝阁对背后祝福咱，无啥物通夸口。咱的一生是上帝所赏赐。所听的姊妹，愿咱的教会真侪有一个记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若有会得过，我就帮助我边仔袂得过的人。主帮助咱智慧来努力很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背起来。主啊，求你互我真做有能力，通甲人分享的人。求你帮助我，互我真做有能力，甲人分享的人。咱当心来祈祷。而且我要互恁家己安静，用恁的心来回应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不是回应牧师的讲道，是回应耶稣讲：“施比受有福。”而望咱的主耶稣听到恁对心中讲：“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至圣的主，愿安静伫你的面前，愿用你拍开阮的心，恳求你用你的听来摸阮的心，毋是出着人甲人的话，乃是你用你圣洁神圣的听来改变我的生命。主耶稣，感谢阿罗你。愿咱的恳求，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